你的热情。哎呀，大哥你太帅了。26选出来啊，没毛病吧？这歇了的啊，干啥呢？踢谁呀？往谁这嘚瑟的一天呢？这脑袋大脖子粗，你说的像个酱缸似的，你看。你往后一点，那马上这都快贴到我脸上了，知道吗？这个，这个，顶你！哇！哎呀，干啥呀？啥选的吧？哎呀我！